認識動物。大家好啊！今日繼續同大家介紹雞形目大家庭另外兩種大型嘅鳥類，佢哋都有好獨特嘅外貌，係咪好好奇究竟佢哋係點樣嘅呢？而家就請佢哋出嚟介紹下自己先。大家好，我係大鳳冠雉，我哋嘅體型都幾大噶，係鳳冠雉家族中體型最大嘅品種。成年雄性嘅身長大約87至92厘米，體重大約3.6至4.8公斤，而成年嘅雌性身長大約就係78至84厘米，體重大約3.1至4.3公斤。我哋主要分布喺墨西哥南部同埋厄瓜多西部，棲息喺常綠森林同埋紅樹林。我哋最中意就係食水果，有陣時食下種子、昆蟲同埋蜥蜴。咦，我發現你哋個髮型好特別喎，仲有啲攣攣地添，你去咗電髮啊？哈哈，梗係唔係啦，我哋嘅羽冠天生就向上豎起，仲有少少向前捲添，係咪好有型呢？我哋雄性同雌性外觀有好大分別噶，雄性咧就好似我咁，羽毛主要係黑色，只有腹部同尾巴有部分白色羽毛，而背部嘅後半部分呢就係鮮明嘅黃色，仲有一粒凸起嘅球狀灰瘤，好易認噶。而雌性嘅羽毛呢，多數以棕紅或者綠褐色為主，頭部同尾巴都有條紋圖案，鳥喙呈黑色。我哋係一夫一妻制，雄性就會擔當起帶領同埋照顧家族嘅責任，遇到危險嘅時候，就會吹口哨去提示同類添。由於失去棲息地同埋過分被獵殺，我哋已被列入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瀕危物種紅色名錄中，屬於易危嘅動物。但其實條件許可嘅情況下，我哋嘅壽命可以長達約20歲㗎。咦，呢位先生都好有型喎。啊，你真係有眼光啦！大家好，我叫做白嫻，我係鳥界嘅時尚代表嚟噶。你睇下我呢一身配襯啊，白色嘅燕尾服配上藍黑色嘅連身褲，再加上一對紅色靴，襯翻我紅色嘅面頰，係咪都幾有型呢？我哋嘅女士都幾有風格噶，用咗啡色同黑白色嘅斑點配襯，低調得嚟又帶點野性。除咗用毛色去區分我哋嘅性別，你仲可以睇下我哋嘅下巴，雄性呢比雌性呢就多咗個肉髓，令到面部整體面積睇起嚟比較大。另外我哋嘅體型都幾龐大噶，雄性嘅體長可以長達約125厘米，約重2公斤；雌性嘅體型呢大概就細1倍。我哋主要係食啲植物，包括種子同果實，間中都食啲無脊椎動物，例如蝸牛、昆蟲咁樣。我哋主要分布喺東南亞同埋中國，生活喺森林同埋灌木叢，多數響地面結群活動，夜晚呢就棲息喺樹上面。我哋喺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瀕危物種紅色名錄中，被列入無危嘅動物，壽命可以長達約10年。多謝呢幾位顏值咁高嘅朋友啊！大家快啲嚟香港動植物公園同埋香港公園睇下，可唔可以分辨到佢哋？我哋下次再見啦！